我能给你什么？回应你所给的。我虽不配，你是我尊贵，世界舍弃的，但你看我为宝贝。我能给你什么？回应你所给的，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。在创世之前，你已拣选了我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，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的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？生死在于你，受屈在于你，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祝福。我能给你什么？回应你所给的，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。在创世之前，你已拣选了我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，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的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？生死在于你，受屈在于你，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，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？生命是你的，恩赐是你给的，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，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？生死在于你，受屈在于你，让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祝福。生死在于你，
手举在云里，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，一生为你成为祝